大家好，我係 E.D 班26號謝成軒。今日我講嘅書係《被消失的人情味》第4部分第6章。講嘅故事就係作者住喺一間唐樓嘅頂樓嘅天台木屋入面。佢有4家鄰居。佢第一個鄰居係二姑婆，佢已經70幾歲。佢搬過嚟嘅原因係因為要照顧啲小朋友。佢雖然有開店鋪，對天台嘅人都幾富足，但係佢非常慳錢。住喺二姑婆隔離係好姐一家人。好姐係一個大胖子，足足有200幾磅。佢成日落天開朗，成日聽到嗰啲笑聲。好姐係一個勞苦嘅低下層工人。作者覺得好姐屋企奇怪，因為佢丈夫黃先生會隔日先至出現。年幼嘅佢唔明白，後尾佢喺長輩之間談話聽到黃先生原來有2個太太，後尾先至知道好姐同黃先生喺家鄉結婚，但係因為好姐無法懷孕，所以黃先生後嚟去到香港娶咗另外一個女人去幫佢生仔。但係作者發現善良嘅好姐對丈夫嘅另外一個女人嘅兒子都非常好，可能因為投行化了。至於作者嘅一家人有9個人，係由母親同埋姑母好辛苦咁養，係因為父親早逝。作者雖然冇好多新嘅嘢，不過佢都好開心，因為母親可以咁努力咁樣去養佢哋。後尾作者講咗一句：富與貴是人之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之；貧與賤是人之所愛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佢認為富足嘅物質生活係唔係佢嘅重要選擇。我好認同佢，因為唔少人都冇錢，不過佢哋都活得好開心。我認為物質嘅生活呢係未必係快樂嘅必要基礎。呢個就係我嘅分享，多謝大家聆聽。